但是内在呢还没有完全修复好，我怕高空压力会带来影响。我都记住了，医生，你放心吧。行。什么后台啊，这么硬？陈主管，你找我呀？小溪呀，喝不喝水啊？我不渴。辛苦了工作。那个小溪啊，是这样的啊，鉴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特别的突出，我呀就跟上面申请了，以后啊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那一层就行，其他都不用管，都不用管。谢谢主管。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主管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，我呀，出去打扫个卫生间啊，很快就回来。没事，你一会儿就回啊，一会儿就回。慢点。打扫卫生间啊？哎，小溪啊，坐，休息最重要。我先走了啊。打扫卫生间。进。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。好，放这儿吧。这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，我再给您说一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，您看。不用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。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，那你跟我详细说说。这个是财务部的，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。这条你跟我说一说。